家家有好声，马莎狗家乐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澤偉。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應該咁講哦，你還記得你記得些時間張開始食牛排？哦，牛排骨種。哈，骨種哦。牛排你咪計時間？係哦，係個種。啊，安菜個。那位菜哥係要適當嘅咁講，不管乜嘅記得些開始食牛排，第一排食牛排，嘗到牛排香。所以時間我覺得哦，煙一直起來，然後底下有麵。我講不管幾多歲啦，食牛排吼，食東西食好食東西當幸福，錯冇？吼，而家可能哦，咩係有人冇食過，因為有啲人冇法度食。正下。係啊，唔講好，有群人係那厲害。誒，用辦講。除非自家食好食東西，係咪估到誒冇食到呢條東西嘅人？哦，安唐一來當場嘅漫畫人物的英雄系列，像天陽英雄系列，錯冇？對。古時候講嘅金比如搶到呢隻愛心牛排達人，我攏講，牛排是達人就算了，頭前加愛心，愛心，對，搶你出來好嗎？好，歡迎我們的愛心這個牛排達人范文孔范主廚。主廚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一行出來有超人的架勢啊！丟料出來係乜嘅？這是 Prime 等級的美國牛小排。Prime，D Prime 嘛意思嘛？什麼意思？哦，托掉什麼看到用就都是要啊。對啊，看到安好嘅食材。最頂級嘅意思。哦，頂級，你看到懂得 Prime 級，我講丟出來。你頂級嘅節目，家家有好食，說Prime 的最頂級嘅牛排。東入戲嗎？我在繞口令嘛。主廚咩條價？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主廚，你用辦有冇開始對你嘅食材啊，還有對主食有興趣？骨種邊入都接觸到意大利麵咯，意大利麵有顏色，然後我就不讀書了，我就當學徒。看到有顏色的東西就不讀書，因為人客家人食飯係方桌嘛，圓桌嘛，然後小時候的時候是都一個人在吃飯，或者跟爸媽，然後就是因為長輩嘛，對，我們客家人很嚴肅，對對，手不能動啊，幹嘛的，對對對，然後可是呢，當我在餐廳當工讀生的做外場的時候，就看到。吃飯是可以談情說愛，哎呦，然後又可以聊天，然後看到五顏色的意大利麵，還有牛排，覺得很香，很好吃，所以我就進廚房。哦，跟你下從學有興趣到你下幾多年的時間？國中畢業嘛，那時候16歲到現在。那你現在不才大學畢業吧？現在42歲。小美先應該牛排的功夫。燒起來，你看，這就是輕鬆哈，就吃東西的地方。講客家話，係咪講客家話冇？一點點咩？哦，跟金比開，你下開始一點點行下執個多地位，做得冇？做得。我你有去講哦，做咩你咁講？你咁講我咪變傾語。哎呦，我係幾，因為你講開放嘛，係講實驗，我跟我來訓練一下哈。訓練之前，我來看金比帶乜個好食飯你好嗎？好，先嚟做乜個？蒜頭牛小排。牛小排哦，係嚟搞媽媽吼，牛小排那個乜個部位？也係肋排這邊的哦，兩邊，對，不是背後，是對。所以師傅給你要做嘅係，你係骨頭去掉的，你係筋你要腰。哦，筋麥係嗎？筋麥啊。用班筋麥喏。筋食起來話當腰啊。當腰要彈圓，唔好咬，譬如講切太地嘛嗬，你要切下太地。其實係牛排就係薄薄的一片，我牛排係下太地。唔講顏色就錯嘅呀嗬。唔講唔看，你冇杯啊，食啲牛排啊，撲，有啲有結盤嘅呢。跟我問嗬，條價，你一般啲冇杯食，講到牛小排，厚切牛小排，當杯都有骨頭啊，你喺骨頭
拿铁遐，嘿，有检查你那边哦。骨头的抓，抓骨头嘛，哦抓一条一条骨头，哦去安尼切哦，就会我们印度5倍看到的牛小排。哦。但是安尼切，佮紧了以后就切唔得的啊。做得的。哦，做得嚟哈。做得嚟。来煎呢。哎，按你做剪。嘿。按夹哦。嘿，有黑胡椒嘛？黑胡椒哈，黑胡椒黑的呀。黑冇。你要爱转啊？爱几多？再过来，再过来。再过来哈。你看，哎，他真的有当主厨的感觉哈。我是主厨，做得嘛？我把你当学徒。可以，做得，做得。刚刚就等视就好了。哎呀，哦，哎，真的对女生比较好哎。其实我是女生，真的啊，跟我差不多。做得嘛？可以。哦。那现在我们要先煎要橄榄油，油差不多几多？一点点样做。一点点，因为加弄嘅牛肉嘅油全部切起来哈。哎。好，我们把牛小排一整块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一边煎哈，一边讲，而家还蛮讲嘅咯，讲愛心用蠻耐，我看你上過啲新聞啊。我在开餐厅的时候呢，想说要贡献一下，当个家长会的哈，结果后面的时候，我来让他讲，他们班呢有一个同学啊，不曾吃过牛排。真嘅一家哎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国小1、2年级吧，那是原住民朋友了，那小朋友也看到，从小看到大，然后刚好当了家长会的，我想说，当个会长1年要很多钱嘛，那就干脆就请小朋友吃牛排，从自己的学校开始。可是这种东西哈，越做越有感情。隔壁的国小嘛，也会来问啊，一直问就一直办，然后后面刚好想说祈求学校的小朋友都吃得到，然后自己又有许愿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发愿要把整个桃园190所的学校请完。那今年要抢几多件呢？我们统计差不多有连老师这样子有超过1万个。哎，懂咁通呢？我諗講你唔咩錢嘅問題。梗係當翻然啊！呢種講。因為來嘅日記法講通好冇，又通好冇是講牛排，就開始做愛心。那你叫牛排爸爸。桃園的牛排爸爸。頭家頭家攏放金鐵嘅嗬。我們要進烤箱。啊，進烤箱嘅係啊。對，你要見到安尼哦。哦，有一擦擦嘅。係擦，你见到安尼切甲食甲就会比较脆。哦，外脆，对，内嫩。落去烤箱，好，进烤箱。可以帮我加点水吗？好，对对。加水。因为这种烤箱比较没有湿度，所以加点水。所以加水给粘进去嘿。让它在烤的时候有水蒸气。有蒸汽，莫不唔可以踢擦啦。对，唔可以厲害哦。唔可以踢走，唔可以踢走。厲害。整一條咧，好進烤箱嘅時節咧，因條架嚟做 sauce 哈，媽媽看好哦哈，下邊就好，入邊做乜嘅 sauce？蒜頭。哎呦，蒜頭，因為我牛排太多醬了，我喜歡做不一樣的。好，來幫你標哈，可以按開嘛？可以。做咧愛心爸爸就係希望搶到土然嘅成因食到牛排，該對應該來入嘛，該讓享咯。他來哦。剛開始他很高興。很高興。對，可是現在呢，一直在講個事，他說我只叫你請一個同學，又沒叫你請全部。自己家還沒捨得多啊。唔過嚟之後，你喺講好嘅教育，很好的教育方式。以身作則。對，好，你加切啲蒜頭嘛，因為你家講對，愛用蒜頭為主。不是講蒜頭一定用出看一家好食蒜頭就用它大條嘅。因為牛排的肉質肉質最重要，肉質好的話，其他的配香看自己。那我們在做倆牛排有冇？客家人台灣人食牛排出來，幫乜嘅？幫磨強油，係哦。醬油，調油，比較焦一點放一點醬油。所以你哋電視機面前嘅觀眾就係呢，雖然你可能買唔到咧進口的牛排。
咁個 sauce 你撈，到底撈啲學起來。糖，水，還有水。好，媽媽記得咯吼，cái糖吼，喺下一炒吼，它比較容易燒焦，它冇生意的。古時候我變它夾嚟哦，加點水，撒落，咁啊該。這樣就好了。啊，你出咗嚟咯？一個撒下來喏。撒下來，哎，泡菜。啊，我知咧，你在做配菜錯嘛？對對對。我講撒下來做乜該好？好，撒下來要出牙汗啦。哎，做學徒的人一定要對師傅好一點啦，按照你啊。謝謝謝謝。啊，唔可以流汗啦哈。好來，準備乜該？亮，好亮，好啦。切一隻骨頭的，哦，切，記住亮咯。還有呢，亮。切對半。對，我們配菜呀，飲食均衡。飲食均衡，幾亮咯？這個。哎呦，我啲嘅嘢，家下吼，俺調價講講。係。哦，嘅食東西要當到食。錯。我覺得他剛有人吃東西，比如講滷很久，那色都黑黑的。對。哎，雖然講當我是唔夠刻意的視覺不。要色香味。哎，師傅聽我就講，這種基本西餐的那個。很浪漫哦，喲。看不出來哦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水滾了，對不對？嘿。然後放一點鹽巴。好。哦，水滾，搶出來不用下去。對。其實不用幾多搶出來，每幾家做得。對，這在家裡嘛，哈，家裡自己高興就好。看田裡有什麼菜也可以。哎呀，譬如講紅菜條啦，那個玉米筍啦，全部都得哈。爆修。也可以加油了，就會比較油亮。而且這是橄欖油嘛，對不對？嘿。沒健康啦，就唔可以講碌出來菜吼黃黃，因為皮都香味嘅呢。為何咧？師傅做得冇？做得好，英英麻煩一下，牛排好啲，我真係很嗨。加菜後碌好，放落盤當來，這個簡單做牛排裝飾，讓這一餐變得很有價值，好嗎？可以嗎？哇，牛排好咧！哎，師傅你差唔多正經15分鐘，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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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排來咯。好，放上來。好，這已經好了，我用手去壓它，對不對？你看哦，這跟我的鼻子差不多，鼻子差不多已經7、8分了，你摸摸看啊。我鼻子是7、8分。對對對，這個部位是牛小排，我覺得摸這裡就7、8分。哦，應該700好多呢，蠻好的。真的，你可以摸摸看。哦，對，它會反彈。我的鼻子就是這麼堅挺，差不多。好，我現在把美國的 BBQ 在家裡哈，沒有的話也沒關係。好，就是烤肉醬，烤牛的醬啦哈，因為特色好，然後還有番茄，頭媽豆醬，對，番茄醬。你的烤肉醬有一點甜甜，對，然後番茄有點酸酸，哦，然後在我們餐廳是會再烤一下，然後在這邊的話，其實這樣就好了。你們有的生意唔敢食太生，好嗎？對，這已經7、8分，已經好了。對，我們擺上來，大塊，對對，大塊。都需要嘞。還有加你炒一個蒜頭。蒜頭。對不起，我剛吞了很大口口水。聽到了。哇！好，這樣就好了。安尼出好誒。對。你啊，拖出很多乜雞？燒烤厚片牛小排，燒烤厚片牛小排來食咯。里面去包这个9层塔打成酱。我闻到味道了，好香哦！太香哦！你看哦，来面買一個哦，拿夾子來試試看，夠鹹嗎？涼拌涼拌，安你出懂好吃的啦。然後我現在讓它穿衣服，好，多一點，好多一點，多一點。走散咯，走散咯，大咪哥。哎呦，能看到我的面都在跳舞。
那个奶油，它整个扒在面条上面，所以又唔会微腻，真紧当好身呢。结结来吃啦，等很久哦。先吃一口。好。阿龙讲肉一定好吃，这寿司俺冇想到讲按简单听听，它可以把肉的这个肉香也好，或者它整个的味蕾顶到的感觉，然后你一直嚼哦，然后旁边有一种当特别的香味，去牛肉的整个的当好吃的味，来整个吃到来铁一白生牛排感觉嘞，你摸铁一白生牛排惊喜，都是那种在牛排上翻滚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哦，对。韩国鸡俩寿司啊，就是去蒜头，然后给煎饭，它铁白水豆，没有那个呛鼻的味道。你搞就蒜头给香，它老连牛大皮跟肉汁天衣无缝。真劲哦！对。简单搞一下有那个西餐礼仪嘛，譬如讲食堂好哎，要买食堂，汤碗要往外面这样子斜斜的拿，然后汤匙要好，汤匙刚开始是这样，然后可是要往外哦，这样子才不会泼到人家。哦，哎，就我们底你会泼到自己，对。哎，你忘石头，不行哦。那餐具呢？餐具的话，按斗牌用买吗？由外到内。哦，摸杯开始用，开始用。哦，可能沙拉，可能汤，最后主餐。对。还一头出来嘛个？意大利面。加了虾子加鸡肉，可是还要再加我们客家人，我家门前有很多九层塔，所以我们就用九层塔来做。我跟你讲，我刚虽然牛挺给我考嘛，我是学徒嘛。你刚刚有讲那么多寿司，以后我知道这个面组合起来叫什么？很多青酱鲜虾鸡肉意大利面，知道吗？对，给我来做。哦，讲到青酱鲜虾鸡肉意大利面，知道吗？对。太敢对做意大利面，你用特别做意大利面了来这里。我今天做意大利面，有穿上绿色衣服的意大利面。绿色衣服。吃过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还是我的最好吃。我懂你的逻辑哎。黑讲 tomato 哎，就是穿上红色衣服。不是，因为我吃的意大利面都汤汤水水的。我今天要把青酱，因为客家人我较懂到九层塔，还有吗？用意大利面去包这个九层塔打成酱。跟你讲配晒都汤汤水水，跟你用没冇共样？冇共样，因为我的意大利面配沙煮7分钟，来煮14分钟。哎呀，你看呢，它这个等下煮7分钟，里面是一点白色的，等下给你看。然后假如煮14分钟，它已经膨胀了。然后我们再用干炒加橄榄油，然后不需要加水。这是日式哎，超毛，酸毛，有点酸的，因为日本的做的面哈，日本人吃意大利面，喜欢吃意大利面它的 Q。其他是它 Q 哎，对，像正经的意大利面，欧洲给片的是它软。它水，对，哎，所以你人爱煮来讲西演技都冇马上拢来讲，沙律本放冇。对啊，来看，好，等水滚系嘛？给水滚之前做的成做嘛个？那我们先来打青酱，先放油。其实今日做了意大利面来当起台，因为爱平常时啊，就会煮不爱来时，因为很方便又简单。不过师傅讲起个意大利面还聪明。那就喊下上来吼，来又变聪明就会学意大利。来吃都拱聪，自己想要变聪明吧？当然一起啊，穷下去啦，哇！哦，按多，不要怕动动哎，不是讲，因为吃前菜好，正经当好，身边当健康。有香，好。因为我不喜欢放油，也不喜欢放水，所以我们就没水，打出来就让凉凉。好，松子冰落去咯。哇，好奢侈哦。哎，吃到懂也甜的那个抹茶冰沙。我闻到味道了，好香哦。
很香哦。那麻烦你帮我装起来。好，所以撒下來。撒下来水滚嘛。好，水滚呢水滚呢？哦，葱要嚟咯，因為最重要係面嘛，哈。嘿，你帮我煮好了。好，出。对，把它拌一下，它就会下去了。好，所以不用染。嘿，不用一样。那煮嘅時間，而且做乜嘅？要做配料嘅哈。对，配料。好，嚟。睇下講蒜頭有凍到啊。係啊。好。蒜頭，還有基本嘅最重要嘅雞肉，來，還有加工嘅這個鮮蝦，哈，下工嘅饅頭，這個叫什麼？炒蝦。炒蝦。對，這是台灣的。破貝，哎呦，斷筋。對。老師，你開背嘅原因係唔係想講，等一下我們的醬呢可以吃到裡面去，還是說看起來也比較好看？對，你看看 Kiss 給廖張眼懂浪漫，我覺得他是雙魚座。錯，我是天秤座。哦，天秤座凡事都要求公平。對，我太太這樣說的。你要吃辣嗎？我喜歡吃辣，就以我為主。我是辣。真的啊，那我們三個都一樣，我也是喜歡吃辣，我吃很辣哦。我也是哎。當廚師，我都要求我們廚師學徒啊要吃辣，不吃辣的話，沒有辦法吃盡天下美食。好了嗎？幾分鐘了？6分鐘。譬如講啊，我啲木卡冇時間，又沒有什麼經驗的話，又蠻寬面，唔敢講哎。一人，這差不多。這樣差不多5-6分鐘哦。對，你看哦，把它開了。這是白的，哪個？你自己看，你也可以看。哦。對，這等一下不要。哦，你東岸係你拍嘅，東岸係你拍嘅哦。古所講，你差唔多嚇。6-7分鐘。6-7分鐘，聽聽。你今日嘅時間14分鐘。對。好，來繼續。咁平常心你不用煮東西，不用先會鹹哦。你自己按會煮，還要色香味，顏色要漂亮。不會的。不會鹹嗎？我家沒有廚房。真嘅哦。因為我家隔壁就是我家餐廳。哎呦，你做下比銀行銀行還大。你真的很幽默哎。真的，我沒騙你啊，真的。好，而家啲煮麵，沙嚟料都批好嘅嘛，錯冇？雞肉咪油準批，你醬咪打好嘅。你係乜嘅咧？這是鮮奶油。鮮奶油，哦，好。好，你煮麵的同時咧，你要接應下你嘅旁邊煮嘢嘅下工啊，也係雞肉咯。雞肉唔是。唔是哈，好。見下工就買難。那麻煩你咯。我不應當嚴重呢。不會啦，你可以的。好。錯。要這樣。嘿。哦，所以對你係切開來嘅微鎖先煎。煎給它像睇下個牛排咁款，有啲擦擦嚟哈。擦。好，雞麵咧辣辣冇？你要檢睇做得嚟。檢睇嚟哈。那我來哈。好，生意哦。師傅跟我還有一個問題誒，比如講，Andy 做媽媽呀，像是吸引小朋友吃，所以呢麵就會先蓋入造型的，有蝴蝶的啊，血管，時間沒控然係煮10分鐘嗎？冇重要。像茄汁麵可能就要煮7分鐘。哦，你不及格哦，會超過8。好。師傅而家要標橄欖油。第麵底擺度哈，對，做乜要加橄欖油咧？我叫會粘在一起啊。哦，粘開，就像有時候煮拍麵咁樣嘛，加香油。對，好。那給拿起來係嗎？好。好，剛剛動作料都差唔多準備好了，你要開始組裝。好，我先下蒜頭。蒜頭還有辣椒味嗎？對。等下我會流口水哦。唔會哦。你今日就流口冷水咧。好。先用呢加切好嘅雞肉嗬，炒一下。香的，對不對？肉差不多7-8分熟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因為有一系列的動作，好，到最後才不會太柴。有辣哦。有哦。幾多咧？來這個。呢菇類。香梅咧。鮑魚菇跟羊菇。鮑魚菇跟羊菇。香菇嗬，一定要炒過。當有正經的米絲，有常時來自家啲煮出來的時間啊，其實冇不用油，其實乾煸那些把水分煸出來，其實菇類是
很有营养。对，用烤的也可以，干煎也可以。对，好，加你汤好的意大利面冰落去。你可以有一种酱的嘞，盐巴，没错。然后你盐，你刚才煮面煮盐没有？可能煮米稀啊。冇，该冇啦。哦，冇。黑胡椒。胡椒。这边刚好有香料，好。这是用嘛个香料，就是日本对，在超市买的。哦，一开的香料。综合香料。综合香料哦。你看哦，那边买一罐哦。你拿夹子来试试看。你看，我都没有一点水都没有加。真给某半滴水呢。啊，这还没穿衣服的意大利面，还没穿衣服，先试试看，可以吗？好，够咸吗？用饭。你煮东好吃的啦。日本人吃这个。来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让他穿衣服。好，那我要。你要做长衫哦。其实你是懂好吃的。好，青酱来了，最重要的青酱来了。多一点哈，多一点。香港咧，辣嘅梅頭都有。香港慢慢上喺用青醬打到底不用冰上咗啲嘛，唔過點樣變糊錯㗎啦？冰冷凍。哦，冷凍。係冷凍哦。做散咯，咁呢個。詳細嘅滲嚟咯。係，跟住呢個麵要做散。哎呦！我看到我们的面都在跳舞，会粘在一起。好，三下來呢，所以你要秘密武器嘅，知嘛？哦，用全家拎下去炒哦。因為呢排看到啲奶油加啲白醬魚喺度。對啊。哇，冇半滴水呢。对，水唔係半夜當灶哦，然後後些冇是這個看一下，調色盤對吧？然後讓它有濕度。變成了青蘋果綠。哇，我感覺師傅呢個菜哈，大紅都係主角呢。沒有一個是配角哎。沒有我就沒主角。來多嘞。好，把它放上去。加英英姐呢，下工。做得冇？放上去。而且給它吃的。好。我的蝦子是畫龍點睛吧？是主角。還有呢？那 cheese 本來標嘛，標的哈。也可以啊。每週你上標。在文餐廳都要放。厲害。哇！很好看哦，好嘞哈，好了，好看又好吃的青酱鮮蝦雞肉意大利面來試下哦。來試咯。各種菇類嘛，對，炒好了，對不對？把它丟下去。哦，你要炒好，不用咯。用落來。要打了哦。哇，全部倒落來。全一樣，全食材料理。哇，好香哦。那也要可以喝喝看，看味道夠嗎？5秒。上菜，好好喝哦！你還要加什麼？鮮奶油，我跟你講，它的秘密武器就是鮮奶油。哦，好好喝哦，真的喝到滿滿的香菇哎。各位吃的天秤座演出，天秤座演出很公平，看，大家一撒一張，還有面沒看到，我加生個面哦，也差不多有8條。你先吃，先吃哦，好。做得嗎？當做得了，呀，真嘅係日式意大利面，之前我喺日本哈，其他面差不多是按你 Q 度，還有佢冇像按你一般式的當濕。cái sập họ yếu rằng sự với sữa đồng một mình xí anh yên đồ
毛白鲜有毛，就便利商店的没有味道毛米稀，还有一般人家的面哈，青酱面是不是水都会流出来？对呀，没水嘞。对，我要让它这样子，可是要趁热吃。我是爱面，我就想到俺阿婆给传染。哎呦，都是那个齐天下的跳舞，汉国俺阿婆的宠三狗，噔噔噔噔噔噔跳舞的面条啊。那你会跳舞吗？吃了你的就会了。真的呢，我第二坚持，人家跟讲哎，不用水，我真的不用水。来讲，人讲啊种草那个奶油，你底部都没攀到中药的角色咯，因为它可以扒住这个面跟那个是那个青酱，它整个扒在面条上面，所以又唔会微黏。对，真的当好生呢。你看食安包又有肉又有面，来。当时还食糖，要煮糖。做得了，有做的，因为面按傻逼，你知道讲一遍，你知道看姜条讲一遍。做得学讲。来，等下煮滚水。然后呢，一般哦，我记得是洗船的时间，通常汤都是最后上的，你记得黑暗的吗？第一道或第二道。用神来。哦，给你要煮马桶。很多香菇加上牛奶的汤。很多。按你看越懂，按糖越懂像法国的东西，嘿，跟我来组合一下。法式牛奶，很多菇吗？野菇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法式牛奶野菇浓汤，给我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条家刚讲到吼，法式牛奶野菇浓汤，哎，我这是 mix 在一起。对。哎，法式啊，看准撇了，这巧达汤啊。不一样，又不一样，看见巧达汤跟巧达汤是一个名字，我都知道那是名字啊。巧达牛奶汤，或者是巧达玉米汤、巧达猪肉汤、巧达海鲜汤。巧达一点点的名的啦。哦。那我们这个做法是说，我们今天要诠释的是我们的汤牛奶。牛奶，好。低脂呀，还脱脂呀，还嘛都可以，看你就做的。对，重点有甜没做的嘛？好，重点哦，牛奶要用多一点。我们爱甜的冇甜，不要甜。做唔得甜的哦，做唔得甜的哦。那我们先煮，今天一样要用果汁机。好。生头先切呀。对，先切一点，提一点味，然后洋葱。葱头。我们一样煮好，用果汁机打一下哈。牵起来吗？牵起来。牵起来。按你拉要慢，会爆出来，要小心哦。好。好，帮我开火。好。不是油哦。要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你看看我这助手多厉害。对，帮我处理。杀了。好。你还一半给香菇。对，有香菇。上的香菇。这在我的店里哈，因为我都喜欢特别重要的味道，让它呈现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汤因为在现场煮，所以在我们店里点面切片，在这边用果汁机打，让它的味道菇类的放出来，释放出来。对，全部上的香菇哈。对，这等下放各种菇类嘛哈。对。跟有相当嘛，cái菇类还冇建议标的嘛。金针菇，金针菇也可以放啊，真的，我以前有放，我有什么菇我都放什么菇。所以好是马该香菇都走这边。然后这个当做马铃薯哈，当做淀粉在用。淀粉。还有马该葱哎。对。你就一直炒，好。呀，太片的这叫什么菇？这叫鲍鱼菇。鲍鱼菇。对。我之后在台湾懂都菇类都在吃。对，我们台湾的菇真的很棒。这就是一般我们大概有上是家人，要炒，譬如讲炒芹菜啦，就会用的。蘑菇。对。等一下哦。好，还有这是红喜菇呀，还马该菇这叫杏鲍菇。对，聪明。最近係馬該香菇都有誒，當健康呢就講係當到人講香菇啊，拿進來其實冇洗，係冇？要啊，要洗哦。肯定要洗哦。對，要用的時候。要用的時間再個洗下，冇洗好，不用平常要酸嘅。風菜條。好，你睇唔皮嘅料呢，不用一點水油。
捞下一炒，然后搞得水，先软化它。对，好难哦。再一点。你刚讲勾心出来呢，大咧咧，那要吃多少放多少，就他赶紧的精神。没有要吃对自己好一点。对自己好的哈。滚了吗？干嘛？炒好了，对不对？把它丢下去，可是你要滚哦。等一下我再用果汁机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你要炒吼，不用捞牛奶加个牛奶底部度，等佢滚。对，让它熟了之后呢，再用打了之后。用果汁机打。对。哇。又跟人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真劲呢！你没看我的眼神吗？哦，面它同一串汤，你是都好是红准呢。好，可以了。对呀，看你节目就好得做。嘿哟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炒面粉。好，浓汤嘛。炒面粉。我爱啲。用来炒面粉。因为啊，爱好高嘛，跟你讲，奶油烤白菜。里面要用面粉先炒过。对。你有吃过港式料理那个奶油？有啊，那个炒过嘅黏你系咪解？哦，因为啊面粉啊，一定要炒过。然后就是，才不会有那个面粉的生味。对啦，对，因为炒过面有个香气出来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呢，师傅，跟面粉啊，而且烤过吗？因为我看过跟粘度比较不一样。对，这我们店里在店里拿来的，有拌一些奶油，然后蒜头那些已经在炒好的，炸到很香，然后下去拌。然后低温烤了一下，对，这个是，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我想我奇怪，昨天用饭煮了么？口有感味。哦，师傅没有问你就不讲哦。然后讲，进来要搞妈妈，你喺地木卡煮玉米浓汤的时间，你主要大白想讲奇怪，配啥些浓汤用哈香哈冇香用，跟因为炒过面粉有差系冇？有 ，yes， 才会去它的面粉的味道啊，要不然面粉哦。再怎样煮汤，对不对？都是有那个味道。还有不结块？对，用果汁机打不会。然后假如是家里妈妈有冇爱煮有冇，该圈菜啊，芹菜放一点点，就可以压它的味道。哦。对。你要炒拢用白hình章做掉。不要结块呀，像你刚刚说的。哦，不要结块。好。刚冇讲到，你面粉喺中筋，知道吗？对，中筋面粉哦。对。今日滚咧係愛灌體的嗎？好啊，一要多用啊。好了，这得崩来。好，你看看我多好。要打了哈。哦。哇，全部倒落來。哇，加你煮的按度的料全部煮熟的，不用咯，比較大。全食材料理。我記得因為同燒，要注意安全，好冇？哇，好香哦！拿那个锅子，然後帶水有冇？水。好。這個堆水係冇？嘿。用水去用它的比例。直接大浪水係嗎？不要浪費。好。然後幫我開火。好，開火。其實假使講上海是它內位糖吼，水數冇不用按倒。所以講上海它內底它倒顏色，水不用它倒得唔怕，好冇？對，牛奶啦，80。對，最主要牛奶多一點。嘿，比如講那小家庭啊，3、4啥吼，用半隻嘅牛奶啦。一罐900嘛，935多啦。對。因為濃糖啦，又有澱粉類，然後古手講其實喝了會飽。你要乜嘅？黑胡椒，還有鹽巴。鹽巴。胡椒粉。沒有胡椒。沒有黑胡椒就不好吃了。哦，看個染。師傅還自己配聲音。我要算一下，等下不夠鹹，對不對？等下你們喝了說不好喝，我就洩氣了。我按勸糖來清除那觀眾朋友糖的嗎？師傅在做的是，要算一下。什麼感受？好 Q 感，一些香料哈。对，然後還有這個一樣，剛剛那個鮮奶油才會滑口。哦，鮮奶油。對，等它有牛奶，還有鮮奶油。我們在喝這個湯的同時，就在喝到它的層次感，超毛。真的很厲害哦。就自己在那邊驕傲什麼 ？OK，
你不一样哎，吃到牛嫩啊，很容易烧焦。我说过哎辣，错冇？冇不会有烧焦味吗？不会，这个不会，因为我已经滚过了，然后才后面才加面粉的。哦，我想用全食材嘛。对，那也可以喝喝看。你看味道够吗？来，一喝一下就好了啊。好来，哎，可以鲜奶油加几多料？全部哦。你看，真的你养眼生哈，层次不一样。你跟他广东人不一样。上菜，好好喝哦！你还要加什么？鲜奶油，我跟你讲，它的秘密武器就是鲜奶油。哦，好好喝哦。菇啦，最主要是菇。是菇啦，因为菇类释放出来的哈。对，那个香菇，应该是各位观众也都没有用果汁机打过。你有就看到 A4 幅沙皮嘅表情哦。再一次，沙皮。我们跟俺摸你哦，譬如讲来摩卡上来吃。我其实想要吃到食材，比如说比较有型一点，譬如说我想要吃到洋葱的条啊什么，来做的不用果汁机打做的。可以啊，没做的，可以啊，它是对要多煮半个小时。哦，要本食材变它软。对啊，这样像这些假如是切下去，对不对？滚的也可以吃，像我店里都是吃这些的。好棒。对，吃有形状的。哦，根本你出味道，人家又好吃，你就特别做无用是超个。对。等下面粉啊做太专业冇。好，做对。好，等下所以等佢滚，等佢滚出咗嚟，还讲差唔多诶。差不多了。哎，差唔多诶哦。OK， 差唔多就结来上菜咯，好唔好？来，等一下来喝汤咯。喝到这个汤啊，真的喝到满满的香菇哎，而且其实蛮健康的哎。今天的料理全部只有盐巴嘛，都是原味的。我是大概係幾對主食嘅熱情，就係凍料、飛霜料，我是個按料嘅牛腩湯。真甜哦。還有加香菇，好好喝哦。所以講牛腩撈奶油，身體還有還就是濃湯啊，我還有個後韻是非常非常厚。接下來試下范式羊菇濃湯。法式，我要范式，范式哦。哎，刚刚讲加工的礼仪，餐厅礼仪，这个搞一遍，是同样要满。要这样子。哎，按绕落來洗。对，从里面，然后到外面。哦，喝到这个汤啊，真的喝到满满的香菇哎。对，菇类，我好像在菇类打滚啊。有这么感動嗎？有。你點解家講嘅冇？所以講牛腩撈奶油，身體還有就是濃湯啊。不過還有個後韻是非常非常厚的。我是大概係幾對主食嘅熱情，就係凍料、飛霜料，我是個按料嘅牛腩湯。真甜哦。還有加香菇，好好喝哦。這個我兒子一定愛。真甜，而且其實蠻健康的。今天的料理全部只有鹽巴嘛，都是原味的。沒冇加別的東西嘛。對。我這可能係因為講，你想要本小朋友來食到最健康的料理，對你來講係乜嘢？客人肯定，我就成功了。哦。跟來金幣本案都肯定，你有吃到東方嗎？有，我內心裡面很澎湃。唔講我知道，我啲唔成，然後學到嘅無強樣，譬如講，你希望你要做到嘅係全陶冶煙按到小朋友做得食到西餐那種東西，去體會到食東西、做東西冇簡單嘅嗰種心情，知道嗎？你得到係乜嘢？你知道？吃比受更有福。哎呦。再來就是說，從一個小朋友期待，這是很美好的哦。我可以講到哭哦。
真也改啦。一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特殊的小朋友，3个月前学校通知的，他就每天很高兴。到了要出发前3天要通知的，假如是像复兴乡的小朋友，他坐了3个小时到我们餐厅用餐，他满路上很期待。有些小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范爸爸，我昨天好高兴睡不着，我早上没吃早餐，到了吃的刚刚的这些东西，对，也有披萨哦，都请他们吃，吃得很饱，吃到不能吃到很撑哦，也有小朋友吃到吐哦，好，真的没骗你。可是他会感动，那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说我是何德何能，可以动员这么多的校长，这么多的团队，我的员工这么挺我去完成这个事情，再加上我自己的老婆，她会包一个礼物，超50、60块，让他最后的时候发给他，然后他又拿着回去，3个小时做回来，吃了1个小时再吃回去，这叫什么？他在心里面善念的种子。对，那本来这种事就是蛮低调的，可是因为有一些教育的，比如说局长啊，或者是朋友跟我讲说，要让社会知道这个活动，所以我才让，因为这做很多年，才让说，哎，慢慢的大家知道。可是我觉得还是我老话一句了，施比受更有福。这铁汉柔情呢，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很感性，你讲我被救子哎哈。我讲来知道，也因为安呢，看到小朋友的笑容也好，满足的心也好，你还有那个动力继续做你最爱的料理，好吗？对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持续做下去哦，对，好吗？好。你讲来，今比当然啦，虽然讲来中人学徒还没当欢喜。做案都好些动心啊，做唔拉可以。哎，师傅，我让你讲，我爱点菜。哎呦，爱点嘛菜。你很太淡哦，點菜哦。愛狂愛有冇啊？哎呀，打屁嚟，打屁嚟。哎，香港唔開檔攞傳統哦，要開乜嘅？要西式嘅嘛，係嘛？我來講咋？好，我係點嘅乜嘅？東南亞嘅料理，做得麼？做得。有法度麼？東南亞嘅冬陰功。乜嘅？泰式料理啊，恐崩卡，加生堂啊，哪一栋都會有朋友講吼，大白永遠講為善不欲人知，有想是某一天抄，因為你要讓更多人知道你做的善事情，只要做得咁樣都彈啊，都係朋友強下來做善事。今日連去同咧，喺同到愛心嘅同，每本大家同到愛心麼？家家有好事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同樣時間。上來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家家有好食的觀眾，大家好，謝謝大家喜歡我的菜，然後我做的菜我也覺得蠻好吃的，只是呢，我的客語講得不是很好，希望下次來的時候呢，我會講下多客話，謝謝。